那因为第一堂礼拜他们松年已经献诗又服侍了，那现在又在第二堂在献诗。今天他们献诗，别有创意哦，他们还比的这个什么手语哈因为他们在这里我们庆祝重阳节才有意思所以呢，我们最后呢，他们要离开之前呢，请我们70岁以上的长辈，让熊尼龙站起来来让长辈还有马教授夫妇，还有我们的同工来在挂徽都站起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好，我们一起来喊一起来喊说。祝你智慧健康都成长，谢谢。来，哈利路亚，感谢主，恭喜每位，好，请坐。那牧师先在分享之前先做祷告，然后他们就要先离场，因为他们唱2场了哇，这个体力不错可以等一下到楼下去吃午餐了好，我们来祷告，他们要准备散场来。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满满的恩典跟祝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松年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美好的歌声，也用手语来表达这首诗歌圣灵的江河这个美好的意思。神啊，我们教会有这一群长辈，实在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无论是刚70岁，或是已经90多岁，他们都是神的宝贝。愿神祝福恩典都跟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他们在富强教会是被尊荣的，是最宝贵的，是神的恩典的子民，也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跟福气。愿神赐福在他们身上，无论在工作，无论在家庭，无论在生活，无论在子女，每一位都被神所祝福，恩典满满。也愿我们一起分享主的话语，求你透过这些话语，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学习跟造就。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接续这一系列的分享基督徒的自我形象。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结尾，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拥有属神思想来营造丰盛的生命。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等一下我们再做复习。弟兄姐妹，我们再重新做一个复习跟确认，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渴慕神的思想，渴慕属神思想，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一直去揣摩、去寻找、去寻求，我这个思考是神的思考吗？是神的思想吗？还是我个人凭我自己血气的肉体的想法？因为当我们有属神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的梦想。这个梦想不是一个胡思乱想这个梦想就是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有能力去实现的一个梦想。那人类社会所以会前进，人类社会所以会成长，人类社会所以会成就，是因为有一群有梦想的人。当然有人会被称呼说这群好像一群疯子一样，或是有一群自己明明知道不可能还是往前冲的。但是因为你有动力，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能力是有值得付出的这个是我们一起从这个开题做个开题来做学习，一起分享。那我们如果说从一般人跟人之间会有一个不同的思想观念，世代比如说刚刚我们的长辈一定跟我们年轻人想法会不一样，因为你所经历的世界跟你的经验会产生差异，所以人的观念不一样。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有民族之间的冲突，甚至一个国家里面彼此会有那个种族的一个压迫，那更不用说政治观点，大家差异太大了台湾就是目前也是面临这种社会，那这个差异很大，有时候都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就是这个磨合怎么去把它找到共通点。但是从我们的信仰当中知道，其实属世跟属灵的观点是人跟神的观念差异是最大的。因为上帝明明在圣经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提起过，
上帝的观点跟人的观点，大概是所有世人的观点差异最大的部分。因为神已经明白跟我们讲，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正如天高过地，上主的道路高过人类的道路，上主的意念高过人类的意念。”好啦，我们彼此意念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大家彼此尊重，那就过了哈，对不对？台湾的各种族群政治理念不一样，大家只要彼此尊重，大家也不能够给你讲什么。但是，当上帝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要在意了。上帝要这么说，因为上帝的意念跟上帝的道路是一个恩典的道路啊，是一个祝福的道路，是一个正确的，是一个健康的，是幸福的，是美好的。那人怎么不去寻求呢？你不能说上帝你观念不一样算了啦，大家各走各的道路，不是啊？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寻求的。那我们怎么寻求呢？因为人夹在上帝之间呐，人的观念跟上帝的观念有差异，所以你会挣扎，到底要不要信啊？神的这样子教导我这样做，对我有损失吗？我做得来吗？所以，在操练我们的信心，神的思想是我们所要信靠、顺服跟从的。但是问题在于说，你眼前看不见那个明显，看不见那个确认，那要靠信心来成就。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我们说信心的起点，一个生命实现的起点。那这个不是靠经验，甚至要靠信心。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这个以色列百姓的祖先的故事来做一点描述，或是说来印证事实上，属神思想它的转化在亚伯拉罕身上是一个高低起伏，好像那个股票的曲线一样，高高低低，高高低低。不是一直一帆风顺，一直平顺的，一直都是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嘛，信心之父不是平白得来的，是真的一次一次操练，一次一次操练，慢慢才得到的。好，那我们怎么样看呢？这个故事我们就回到刚刚读的经文，创世纪12章第3节，这一个亚伯拉罕踏入舞台的经文呐。那一踏入舞台，就是上帝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故乡、亲族和你的父亲的家。”好了，要得什么福气不讲，要先离开，那这是你第一个挑战嘛。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如果能够不离乡背井，那是多好，特别是古代。今天我们现代人到外地去工作生活，那是很自然的。我们的大学生要离开家，要到外地去上学，这个也都很自然，他那个习惯，因为现在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了，而且联络就没有距离呀，对不对？那当时要离开，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尤其亚伯拉罕在故乡的背景，他的爸爸是雕刻偶像的嘞，对神认不认识还不清楚啊，那我怎么相信这位上帝呢？好，那这是第一个宣告。第二个宣告是神给他的应许，说：“我要使你多子多孙，他们要形成大国。我要赐福给你，要大有名望，而且人要因你蒙福。”哇，这个4大祝福都来了。第一个先离开，第二个祝福要来，那你接不接受？你愿不愿意？顺不顺服？上帝来说：“祝福你的，我要赐福给他们。”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们；我要借着你赐福给万民。好了，这个是神给他一个简短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开始新的旅程，要开始了。上帝对亚伯拉罕这样说：“要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你不只是离开，还要按照我给你规范的道路。”看来亚伯拉罕挣扎，要不要？这个福气是不是真的？这4个应许是不是真的会得到？他还是一片空白哦，没有很清确哦。那怎么办？
圣经说亚伯兰勇敢走向新的旅程。不过在一个故事当中有一个小小的瑕疵啦。亚伯拉罕本来上帝说你要离开，等于是完全舍弃所有你在家里面的东西都不要，就到新的地方我都要给你。但是他还是有一点保留，因为他带着他的家属，他还带着他们的奴隶，他带他们的家产一起离开。那就是等于是还是有一点顾虑，怕说到时候出门在外，如果真的没有什么资源怎么办？在这个时候呢，神给了亚伯兰一个考验。什么考验呢？他们一到迦南地，圣经说当地发生了饥荒。糟糕，不是要带我到一个美好祝福的地方吗？头一个考验就是没有足够的饮水，没有足够的食物怎么办？这个时候呢，亚伯兰犯了第二个错误。他对神还等于是个信心还没有形成呢哈。他想说，埃及嘞，埃及尼罗河那个流域哈，至少不缺吃穿嘛。那我们就全家再过去。那这个地方是不是神应许的？他也没有搞清楚，就走了，就到了。你知道亚伯兰在埃及遇到什么难过的事？因为如果以当时古代的思想是，埃及就是一个罪恶之地啊，拜偶像的地方。你看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遇到最屈辱的事，因为他不敢表达他的太太，他竟然跟法老王说她是我的妹妹，表示说法老王准备要娶他的太太来当妾，但是他不敢表达说这个是我太太啦，不行啊，他就这样委屈了自己。所以神在带领亚伯兰的过程当中，他又遇到一个属人的思想，要保全嘛，先全家保全，不然的话法老王如果一生气起来，我们全家就糟糕了。委屈在那边，在埃及成长，那好不容易，因为这样的委屈，他们在埃及有了一个收获，就是整个他们的经济什么都改善了。但是这一种感到人生最大的耻辱就在那边发生了，因为他不相信神，还不相信，直到后来又回到了迦南地，他才知道说：哎呀，我怎么那么的没有信心呢？所以一个信心的磨练就来了。这个信心的磨练表示他这次要勇敢的依靠神了，有信心了，因为他有新的眼光来看人生。所以呢，有梦想，重新开始，要靠信心来成就许多事。所以也因为这样，他开始才经过这样的一连串的一个征战，一个受伤之后，他才知道我要依靠神。所以信心真的是要一个经历，你有经历了，你才知道说我这个信是确实的。因为我们知道信心就是看不见的，你才算信心嘛，看见了就不算了。所以有一个故事是我们知道在19世纪出名的一位，等于是孤儿院之父叫做乔治·穆勒牧师，在1800年左右，他创立了孤儿院。那故事怎么说呢？他是1800年在布里斯托担任传教士，创办孤儿院。他一生鼓舞人心，关于上帝在他所照顾的数千名儿童中得到了很多奇迹供应，谦卑见证到今天一直人在传颂他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有提到一点就是这个乔治·穆勒书当时慢慢很多人欣赏他，所以就邀请他去培灵布道。那这个故事讲到什么呢？就讲到有一天他要搭船到加拿大的魁北克来做培灵布道，但是那天的海港一片的大雾，所以
这个乔治穆勒牧师就赶到他船上，跟小船长讲说：“船长啊，我要从英国要到加拿大的魁北克来带领培灵会，这艘船一定要准时出航啊，不然我到达不了。那个时候，那个培灵会开天窗了，真的是糟糕了。但是这位船长有点不甩他说：你懂什么？开船是我在决定什么，是你在决定。到处都是云路，你怎么开啊？又没有导航设备，那个时代。其实我对航道很熟悉开出去一定危险，不行。这位乔治牧师他是凭信心的嘛，他的孤儿院供应都是用信心来的他就跟他讲说：不要怕，不要紧张。你船长看到全海港都是云雾，但是我看到了上帝的双手在那边准备要把云雾拨开。这个船长更不以为然。以我的经验，你怎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船长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就邀请船长说：我57年来每天服侍神、祷告神、与神见面，从来没有失误。我们到船舱里面驾驶台，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船长就说：不可能啊！你看大雾弥漫，眼前都是雾，还是雾啊？哪里有神啊？用这个常识来回答他。但是乔治的牧师就邀他说：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神给我应许，他要决定这件事情。他的祷告文是这样讲：他说，创造天地的主啊，我从英国来就是为了要去魁北克带领培灵会，现在坐不开船，就无法准时到达，也不能传讲信息，请让这大雾消散吧，这样子。最后又说：相信主必垂听我的祷告，这样。然后他跟船长说：现在可以开船了。那船长越想越觉得很稀奇，说：哎呀，怎么有碰到这种人呢？讲这种话不可能啦，云雾怎么马上会消散呢？但是乔治穆勒就这样讲说：你把那个船舱的窗户开起来看看。果然奇妙的事发生了。当船长把那个窗户开起来的时候，惊人的事发生了。因为在这个短短的祷告当中，云雾都消散了，还有炙热的阳光照下来。哇，这个船长真的无法相信，说竟然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他只看到弥漫的大雾，但是乔治穆勒牧师却看到神。这是他亲自经历的故事。那我们也从这个故事看见亚伯拉罕就是遇到像这样子，云雾在前面，他到底走不走？弟兄姐妹，可以从亚伯拉罕的经历、生命经历有看到这3点。第一点，要有属神的思想，是要先顺服的功课。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他因为对神没有顺服，所以自作聪明到埃及去，他迎来了很多的屈辱。第二个，有属神的思想是靠主的应许。我们知道说，他们回到迦南地，那因为在埃及已经有一些成长了，所以他们的财产跟人丁就越来越大。来到了迦南地之后呢，因为土地有肥沃的地方、有水的地方不多嘛，所以当时他的侄儿叫罗德，他们的家业也增加了，所以两方的不论是奴隶啦，或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啦，大家彼此为了抢夺水源或是哪一个地方比较好，就会争执起来。通常在各为其主嘛，我有我的任务，你有你的任务，大家会争执起来。这个时候，感谢主，亚伯拉罕开始用神的思想，他知道用人的方法不一定会成功，所以他就下定了一个决心。他怎么说呢？他就在决定要分家了要分家了。怎么分家呢？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就跟罗德来讲说，我们不可纷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他让罗德一步，以信心的表达，他不再以人的角度来看环境，而是以神的角度来看。他真的这样子，就让罗德来选。这个时候，
罗德就是用人的思想。哎呀，索多玛、蛾摩拉那边遍地都有肥沃啊，有水源，当然是要选这个啊。我的叔叔他竟然要让我就选这个啊。从人的角度，他又聪明又厉害，那就选了。但我发现后来，罗德遇到了这个索多玛、蛾摩拉被毁灭的事，还好后来亚伯拉罕还再重新接纳他，不然的话整个家族都没了。这个时候看见，亚伯拉罕有成长了，他知道用人的角度即使肥沃的地方会被消灭，但他竟然他自己所选择那个比较贫瘠的地方，神竟然祝福他，让他们人丁啊，这个所养的羊群啊更大更丰盛。所以最后他碰到的就是属神的思想应许成就，因为神在亚伯拉罕85岁的时候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刚开始呼召他的时候说：“你要成为大国。”成为大国连孩子都没有怎么办？这个时候他又遇到同样类型的一个失败，一个成功。失败是什么呢？他自己认为说神给他的祝福要他的这个子民很像天上的星星啊，地上的沙一样，那至少要有一个开始嘛。竟然他听了他太太的话，我觉得他的太太老是出快主意，他竟然跟他讲说：“既然要有孩子我们现在好像不能生，干脆我们这个夏甲就是他的那个女仆让给他，让他跟他生孩子。”后来就发生了，我们都知道，后来就是发生了，他生了一个叫以实玛利，娶夏甲为妾，生了以实玛利，以为这样就是神的应许，其实跟神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也都知道，今天以色列人跟哈马斯、跟阿拉伯人战得你死我活，原始的起因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跟这个以撒的后代争执嘛，争夺嘛。这故事成为我们人的一个很难解的题目，到现在还打得更越来越严重。弟兄姐妹，我们在回想说，如果当初亚伯拉罕不听他太太的话，不要生下以实玛利，会不会今天就没有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不是先知了，不知了解，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说，亚伯拉罕又在这个地边遇到一个错误，因为用人的思想，以为这样好像帮忙上帝实现有孩子有子孙，但神说这个不是我要的，所以后来他们神才真正赐给他一个儿子以撒。再来呢，神又给他一个功课了，孩子好不容易长出来了成长了，上帝竟然说把你的孩子带来献给我。哇，又来一个考验，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因为他带孩子以前呢，献祭就真的好像杀牛杀羊一样，把它宰了，然后献上祭坛呢，要火烧怎么办？我这个好不容易养大的孩子，竟然要献给神。不过这一次亚伯拉罕他知道神的意思了，所以他就勇敢带着孩子到山上，要献祭的时候，神竟然赐给他一只羊一个羊让他来当献祭。那么这个时候才成就了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的最高峰。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故事，我们看到说，一个人要成长、要茁壮、要成为信心之父，不是平白得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我们是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有成功有失败，让你去修错，把那个错误把它除掉，让你更合乎神的思想。那这个是要靠信心，要靠你跟神的关系，要祷告，要灵修。我期待我们互相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是成为一个抓住属神思想的人，因为天国的法则就是选择属神思想、属神的观点。因为你要有一个确信，我一旦顺服了神，不是代表你会损失啦，
不会损害了，反而是降服、委身、顺服这个信心的表现，我们才能够超越人的经验跟理性，拥有这个复活的信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所有他的跟随的学生，所有跟随他的一个跟随者，完全都失望透顶了。但是竟然是复活的主耶稣带了全新的改变跟信心跟盼望。这个就是基督徒应该是我们最大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每一个人都要挑战。但是一次一次的印证，一次一次的看见神的应许，你就信心会更大。就像亚伯拉罕，慢慢成为一个信心之父。所以牧师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开发属神思想啊，就是属神思想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变化莫测的社会当中，一直走在神恩典的道路。那也营造丰盛的生命哈。那我们都知道，要追求这一个丰盛的人生，是因为我们选择了正确属神的思想，因为你这样才能够拥有丰盛的生命。换句话说，你努力是应该的，但是出发点开头要选择属神思想。我们复习过箴言24章23节，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这在提醒我们，你用各方面的努力、花时间、花劳力，本来就应该，但是如果出发点不对，那就一切都枉然。那有几个重要的思想，要成为我们属神思想。第一个思想就是拥有正面的 positive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有事情有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但是我就站在正面的，我不要被负面思想所笼罩，因为这个充满希望的思想，就是依据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因为我们人的思想是活的，对不对？你看到一件事情，你都会先想好跟坏，成不成功，可不可能，有没有效，我们都会一直衡量。但是当你宣告说，如果是神的旨意，这个我必定能成功，我必定能正面的去迎接它。这是我们基督徒第一个要学习的。罗马书8章28节。他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读了第二段经文，他说：“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按照他自己旨意的呼召的人都得益处。”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应许啦。他就是说，你可能用人的判断或人的经验，或是前辈的告诉我这个路不可行，但是当你是爱神的，你是遵照神的旨意，神会让坏事变好事。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因为我们可以经历到很多原来就是不可能的事，原来就是无法成就的事，因为你遵照神的旨意，爱神，用神的思考，那你就会得益处。这个是圣经罗马书给我们做的应许。第二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使徒行传1章8节说：“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的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做我的做见证。”爱神的人会得到大大的益处。第二个是，你求圣灵跟你同在，也会有能力去克服那些负面的，原来失败的事业变成功。第三段，腓立比书4章13节说：“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我能够适应任何的环境。”基督徒所以会有正面的思想，不是人讲戆大，有没有听过？戆大就是看嘛，唔知危险，是因为你知道，明明知道这个危险困难，我可能靠自己没办法。神啊，如果是你的旨意，就像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乡，因为他知道有神可以依靠。基督徒在面对很多我们现在在座的年轻人，有时候在事业上、工作上有很多瓶颈需要突破。当你祷告说这个是神给你的，你就勇敢的去迎接它，因为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我们有积极的思想，借着耶稣所赐的力量，我们什么都能够适应。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充满，我们就有能力去传福音。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一般的正面思想的一个帮助，因为十字架的大能克服了一切不可能。第二个是拥有积极的思想，当你有计划目标之后，不要想失败，要思想成功，因为神会帮助我们。意思是说，一件事情你都会评估嘛，但是有人是先想输了，不想赢，但是你要想说，如果是这是神的旨意，他要帮助我。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故事，就是安德烈他遇到耶稣在旷野，在山坡讲福音给5000人，那个时候已经傍晚了。突然间，他先是跟腓力说了，他的学生腓力说：“哎，我们从哪里呢去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这个时候腓力他是负面思想的，他马上按照他的经验判断，他是消极的。他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这是人之常情嘛，你的判断跟我们判断大概类似。那么多人怎么可能一下子有饼可以吃呢？但是他同样问了安德烈，安德烈是一个有积极思想的人，他知道靠人的办法是不可能，但是他知道有神可以依靠，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一定可以喂饱，所以他就勇敢的带了一个儿童，一个小孩子。他说这个小孩有5个饼2条鱼呀，5个饼2条鱼。一个有积极思想的人，5个饼2条鱼也不够啊。他知道耶稣够，耶稣够。所以呢，圣经的神迹就发生了，不仅喂饱了5000人，还剩下了12箩筐啊，要剩下12箩筐。人生如同在旷野，面临各种生活的考验，但是有积极思想跟负面思想的差太多了。有人天生有那种思想，如果你觉得老是觉得负面的，你就要跟神说：“神啊，除去我这个负面的思想。”但是你需要有验证，而不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拱大就随便乱来，以为说这个就是神要应许的，其实不是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第三经文就这样说马可9章23节说，耶稣说：“你说你若能，其实有信心的人，什么事都能。你若能，我可以的。”当一个职员在老板面前，老板说这个事情你能不能做？有人会讲说：“不可能啊，资金不够，我们的研发还不够，不可能啊。”但是有积极思想会讲说：“老板，努力看看，有可能试试看。”态度不一样，那结果就会不一样。第三个是有创意的思想，拥有创意思想的人呢，国家一定会发展。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摊子，因为他不能行动，耶稣有一次在一个会堂里面教训人，很多人喜欢来听他讲道，整个空间都挤挤满满的，连门都塞满了。这个摊子有4个朋友，他想说：“哎呀，这次耶稣来如果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我们的朋友就可以站起来了。”但是看到这个大门，他们用一个褥子把它拎过来，哇，门进不去，太踊跃了。但是有创意的4个朋友，他们想到古代的犹太会堂屋顶是可以拆开的，他就想说，既然门不能进去，我们就拆屋顶吧。因为他在热闹，他也不知道在楼上干嘛。当一拆的时候，开天窗了，他们就用绳子绑住这个褥子，把这一个摊子降下来。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就让这个摊子得到医治。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创意的思考，我们教会迎接50几年我们邀了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各种小组啦，各种办这个庆典的一个筹划。我们真的很需要很多创意的人呢。我们现在思考什么呢？能不能帮忙想教会50几年有没有什么 slogan 哪一句话一讲就知道说这个是互相的精神？有没有人可以画出一个
富强教会50几年的一个 logo 一个图，看着这个图，哇，充满了信心。嘿，我们就需要这些创意的人，那大家一起发想。哎，还有2年马上快到了。有另外一个故事就讲到说，哎，一个民国首富啊，叫做黄义柱，他一个创意的故事，让他成为原先是一个剃头的师傅，变成当时的民国首富，等于就是民国时代啊。这个故事很有趣啦哈，就是说他原先在福建那个地方，应该是在厦门那个区域，在鼓浪屿那个地区，他年轻，他当一个剃头的师傅，挑一个担子。我们知道以前的剃头不像我们理发的，他是用剃头的，他就是挑个担子倒过去啊，有人要剃头，因为我们知道清朝时代啊，要绑辫子嘛，额头要刮那个剩下的头发这样子。有一次呢，他不小心呢，把一位有钱人用剃头刀把他刮破一个伤口，哇，那个财主气得要死，就棒雕呛瞎，说有一天要找你麻烦了，你竟然连这个师傅也不会，把我的额头把它割破了，哇，就给他威胁。这位黄义柱看来就觉得很失智哈，因为连糊一口饭吃都要遇到这么威胁，那怎么办？他竟然跟他妈妈说：“妈妈，我们能不能把家里那一小块地卖掉？我要带钱跟我的一些乡亲跑到南洋去发展了。因为那个时候在福建地区、广东地区，很多人到南洋、马来西亚啦、印尼啊去发展。他妈妈知道说，哇，这个孩子留在这边也不是办法，老是被地头蛇压迫那不得了，他就真的把地卖掉，让他带去。然后他到印尼因为那边很多华侨在那边，他也在那边继续重操旧业，也是挑个剃头担子到码头附近，有人要理发啦，或者是剪发，就让他帮忙。他有一个乡亲也在那边，可能住比较久一点。有一天他就来跟黄义柱说：“啊，义柱啊，你想想看你这个剃头担子有没有客人一天来给你理3次的？”说哪有可能啊？一个月来1次就已经不得了了。他说：“你看隔壁这个挑的咖啡蛋的那个卖咖啡的，一个人可以一天来3杯啊！你想想看，哪一个比较容易有赚钱？”这个黄义柱真的也很聪明，他说：“哎，对我再怎么功夫好人家也不能老是让我理发啊。”他就决定改来卖咖啡。那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他很殷勤，因为我们知道印尼当时被荷兰的殖民，所以有这样喝咖啡的习惯。他开始卖咖啡，哇，卖到一定程度慢慢有赚钱了。后来又碰上我们说运气也有关了，他后来刚好碰到1914年的第1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全世界物资非常，大家抢着要，因为在战争嘛。他竟然发现说，哇，那个糖到处别人都在抢，所以他就赶快去把糖买过来，然后卖给那些物资，哇，他就赚了第1桶金了。反正故事就我们所讲的，一个小小的意念的转变，创意的思想，让他成为民国首富。后来他大赚战争财，什么都有。后来他知道说寄人篱下不行，他就回到中国了。然后在鼓浪屿那边盖了好多别墅就是到现在还很多人在参观，变成一个古迹了而且他还跑到了那个中国当时最热闹的上海，他知道说，又有一种创意，他竟然跟当时的就是我们的军华那个时候军华歌剧嘛，跟他们讲说，我能不能创办一个银行来帮助这些百姓？所以他竟然得到当时的军华的同意，说让他的银行叫做中南银行，能够
自己发行货币，自己发行货币，啊，当然做了很多社会公益嘛，啊，他就当时听说在民国时代是最有钱的一个首富哈。那我们讲这个故事，只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一个小小的创意竟然能够改变他一个人生，从一个剃头的师傅变成一个民国的时代的首富。那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向神求智慧，让我们有创意的思想呢？雅各书1章5节说：如果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应当向上帝祈求，他会赐智慧给你们，因为他乐意丰丰富富的赐给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缺少智慧，要向上帝祈求？这个是会让你走出困境，一念之间，思想一转，你会发现你的潜力无限。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还要一个拥有生产性的思想。所谓生产性思想，说我们很多思考、很多事情在做，有的是没有用的，做完就过去了。但是有的是会产生连锁效应，是会成长的。其中一个没有生产性思想，就是我们常常埋怨、叹息，或是过去被谁所误了，还留在当时的怨叹当中。那些都是不是生产性的思想，这个会浪费时间、物质跟力量，这个就是非生产性的思想。我们现代人遇到一个常常碰到的非生产性的休闲，就是电视、媒体以及我们所谓这些3C 的用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整个时间会把它绑住。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说，美国有13个州啊，13个州不得了啊他们包括首都华盛顿，他们起诉要告哪里呢？告那个 TikTok 抖音，那抖音呢害我们的孩子天天沉迷在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生产性的思想，就是光看那个好像一时的，好像麻灰一样麻醉了，就没有什么生产性的思想，或是有正确的学习。他们准备可能要控告 TikTok， 就是不能让那些年轻人下载那个软体了，因为太沉迷了。我们台湾这边好像有人在看，但是还没那么风行了美国听说很厉害。那我们看到说，连美国都意识到年轻人被这些不能生产性的东西所控制，那对下一代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思想，属神思想就是眼睛看不见的财产跟资源，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善加开发这个资源，我们才能够享受真的是丰盛的人生一个生活被神所祝福。我们期待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借由你跟神的关系，我们说来教会、来小组一起分享、来灵修、来祷告，是要你让更接近属神的思想，将人为的思想能够跳脱，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所以，我们一个信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啦，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依靠。所以我们对心中我们常存有这个罪啦、死亡啦、失败啦、咒诅啦、贫穷啦、疾病，我们要宣告是靠十字架的恩典，因为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程度情况多少，但是我们在靠十字架的恩典，思想中有正面的，刚刚讲这4种思想：属神的思想、正面的思想、积极的思想、创意的思想，还有生产性的思想，这个是属神的思想。期待我们基督徒的自我形象能够这样的建立，我是属神的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那我们在这个整个大社会里面，你会发现你是唯一独特的，是因为你有属神思想，而不是说我的学历比别人高，我的社会地位比人高，我的经济比人好，这些都不是最大的依靠，是因为你跟随了神，走在一个丰盛的道路上面。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呼召，也一起来做祷告。这首诗歌是我们在周报里面有写丰盛的应许，我们一边唱一边来思考圣经给我们的学习。
我们坐着唱就好。